小丑，在。你对老夫收那姓韩的小子为徒，作何感想？老祖行事，孙儿怎敢知会只是这小子颇为狡猾，行事狠辣，多半还得了极炫师出的传承，留在身边恐怕会对咱们极阴岛不利呀。狡猾，狠辣，还得了极炫师弟的传承。这怎么听起来都很适合做我极阴岛的门人呢？小丑啊，你莫非是起了好胜之心？不错，就用那小子做你的磨刀石吧。将最好的对手做成身外化身，才是我极阴岛的风格。